家己德家出产贵德啊，这德家乡金沙村因过是做纸上出名，上这时阵呢要到50间做纸的工厂，却因为时代变迁，机械取代手工，即马只剩一间廉价做纸厂保存较完整。社区配合政府单位拨经费重新征收，古纸的做纸料也已经变作是纸料的教育园区，民众会当伫遮体验做纸。中有一个预备槽啊。 传统说明较早做纸的过程，佮有每一项设备之间是安怎来配合。这原本是旧的做纸寮，伫社区甲农业部农村水保署的合作之下，即马这个古早的做纸寮已经成做新的纸寮教育园区。因为阮厂的都可能敢若阮这个纸寮算讲保持较完整啦，所有每一个制作过程的迄个当然器具是无啊，但是迄个遗址拢还阁伫的吼，会当互了解讲较早迄个纸是安怎做的。 先用台仔来搞已经处理好的纸浆，再搁豆豆来处理纸浆内底的水分。传统讲，底下炒落来了后，写做一片一片白做伙来洗石灰，洗4个月后纤维软去，搁泡水，才会当成做纸的材料。介绍甲真详细啦吼，算讲迄个底啊，爱搁落去泡用石灰落去生，啊生了甲再来，会当做完了是再来纸料来遮做。这个100多年了。 啊！你看这个历史的文物的古迹吼，还阁留咧，互咱吼怀念。啊，嘛有用较现代化的方式，啊来互观众吼、互观光客会用个来体验做纸。传统讲时代进步，机械工业取代手工，互当初的纸料豆豆啊拢无去。这个教育园区平常时嘛是社区民众活动的好所在。即马征收了后，嘛是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人来到遮。 无奈会当体验古早做纸的过程，也希望发展观光价值，争做地方有特色的景点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